大家好，我係心心，歡迎翻嚟我嘅 channel。大家有冇發現喺過去1年入面，我哋中華民族復興嘅勢頭變得越嚟越強勁？喺年頭嘅時候，DeepSeek橫空出世，打破咗西方喺 AI 領域稱霸嘅神話。之後我哋中國芯片不斷傳出好消息，頻頻作出突破。突然之間，我哋連美國嘅 NVIDIA 芯片都唔需要再買。美國總統特朗普喺上任之後，對我哋國家作出多種嘅打壓手段，亦一一俾我哋出招反制。其中，我相信所有中國人感到最興奮嘅一件事就係，當美國想通過無中生有嘅貿易戰，進一步壓制我哋嘅發展，收割我哋嘅時候，中國政府終於喺忍無可忍，攞出我哋嘅王牌稀土進行全面大反擊。結果係點呢？相信大家都睇得好清楚啦。原來美國冇咗我哋中國稀土係唔掂嘅，所以佢哋最後只能夠作出全面妥協。稀土點解會咁重要嘅呢？竟然搞到連美帝都要跪低。簡單講，幾乎所有同科技有一啲關係嘅嘢，生產嘅時候都需要用到稀土。由於稀土被廣泛應用於國民經濟各個領域，特別係喺智能製造、高端芯片、軍工科技、航天、航空等戰略產業，所以稀土對於中國以至未來世界嘅發展都非常重要。換句話講，能夠掌握稀土話語權嘅話，對於我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變得至關重要。咁我今日咧就決定要同大家講下我哋中國嘅稀土故事。大家見到土呢個字，可能會有一個誤解，其實稀土並唔係一種土，佢係17種金屬化學元素嘅總稱。稀土被譽為工業維生素，因為幾乎所有高精尖製造領域嘅嘢都離唔開佢。稀土最神奇嘅地方係，佢有一種點石成金嘅作用。喺科技產品中，只要加入一啲稀土元素，就能夠大幅度提升佢哋嘅性能。其實自古以嚟，稀土就存在於地殼之中，但係直到18世紀先至被人類發現，並逐漸被投入應用。由於以前技術落後，稀土提取係極為困難，所以西方國家亦只能夠通過複雜嘅化學實驗，從中獲得少量嘅氧化物。呢啲氧化物唔能夠用於水，因此佢哋就被統稱為土。而稀土呢一個名稱就喺咁嘅情況下被一直沿用至今。從新能源汽車 Tesla 嘅驅動電機同電池、Apple 嘅智能手機、英偉達嘅芯片，到美國 F-35戰機嘅發動機等等，稀土都係無處不在。目前中國喺全球嘅稀土市場入面佔據住絕對嘅領導地位。中國係唯一一個能夠提供所有17種稀土金屬元素同擁有完整產業鏈嘅國家。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嘅資料顯示，2024年全球稀土礦存量大約有9000萬噸，當中中國嘅儲量最高為4400萬噸，佔全球總存量嘅48.89%，接近一半。2024年全球稀土礦產量大約係39萬噸，當中中國產量最高為27萬噸，佔全球總產量嘅69.23%。另外喺稀土精煉加工產能方面，中國更加係控制咗全球超過90% 嘅份額。其實稀土呢種資源喺全球咧並唔算稀缺，例如澳洲、印度、巴西等等都有一定嘅存量。稀土產業嘅壁壘主要體現喺兩方面：一、精煉加工能力同二、完整產業鏈。其中稀土嘅分離技術就係精煉加工嘅核心工藝。分離技術係指透過物理同埋化學方法，將稀土元素從礦石中提取並分離提純嘅過程。中國喺呢方面咧係全球領先，當中最重要嘅就係我哋嘅寸級萃取技術，因為呢項技術咧唔單止可以將稀土分離嘅時間大幅縮短，仲可以將純度大幅提升添。講到呢度，我哋必須要多謝一個人，佢就係寸級萃取技術嘅歷史奠基者，中國嘅稀土之父徐光憲先生。1920年11月，徐光憲喺浙江紹興一個書香門第之家出生。佢由細到大學業成績都好好，成日都喺班入面考第一。1940年，徐光憲考入上海交通大學化學系，佢亦喺呢度認識到未來妻子高小霞。到咗1946年，徐光憲就同高小霞喺上海結婚。大學畢業2年後，28歲嘅徐光憲通過咗當時全國公開招考出國留學生嘅考試，並喺1948年隻身前往美國，獲得公派自費留學資格嘅徐光憲，最先係入讀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嘅。1個學期後，佢就轉到哥倫比亞大學就讀，仲攞到助學教獎學金添。
之後高小霞都去埋美國半工半讀。徐光憲最終只係用咗2年零8個月嘅時間，喺31歲嗰年就攞到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學化學博士學位。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中美關係急劇惡化，美國國會正準備推出一項法案，阻止中國留學生返國。當時新中國亦係剛剛成立，中國政府急需大量人才支持重建國家。喺呢個時候，雖然高小霞仲有1年就可以攞到博士學位，但一直將國家放第一位嘅徐光憲同佢商議後，決定放棄美國嘅優質生活。徐光憲就話：因為抗美援朝已經開始，我係中國人，無論如何都唔願意留喺一個同自己祖國敵對嘅國家。1951年，徐光憲同妻子高小霞一齊克服重重困難，以探望病重嘅家人為由，登上戈登將軍號嘅郵輪返回中國，一心只係希望能夠為祖國嘅未來發展作出貢獻。就喺咁樣嘅情況下，徐光憲就成為咗新中國科技領域嘅首批歸國留學生，比錢學森嘅回國時間仲早咗4年。回國之後，徐光憲夫婦就喺北京大學化學系任教。當時中國國內嘅科研同埋生活條件同美國係完全冇得比較，美國係全世界最先進同埋最富有嘅國家，而中國只係其中一個最落後同埋貧窮嘅國家。科研環境雖然艱苦，但係徐光憲嘅工作熱情依然高漲，心入面總係懷住科學救國嘅理想，而呢樣嘢都變成咗一種動力，推動佢不斷向前奮鬥。1972年，北大化學系接到一個緊急軍工任務，要分離稀土中嘅孖生兄弟鈷同鋁，呢兩種元素嘅化學性質極為相似，分離難度極高。而網上就有一種講法就話，中國當時正喺度研發緊東風導彈，急需要將呢兩種稀土元素，所以就要求北大參與研究。當時52歲嘅徐光憲就喺咁嘅情況下，接受咗國家委派嘅任務同埋挑戰。徐光憲嘅科研生涯就好似一條彎彎曲曲嘅河流一樣，隨住國家嘅需要4次改變方向。徐光憲今次就要踏入一個全新嘅領域——稀土化學研究。喺70年代初，中國雖然係稀土資源大國，但並唔係生產強國。中國只能夠以低價出口稀土礦，再用幾十倍甚至幾百倍價錢從其他國家入口已經加工嘅稀土成品。西方國家掌握住當時最先進嘅稀土分離同埋加工技術，但對中國就嚴格封鎖，技術價格亦高得驚人。西方主流嘅分離方法就係離子交換法同埋分級結晶法，但呢啲方法成本高、時間長、純度低，根本就冇辦法大規模生產。徐光憲喺研究咗西方嘅分離理論同埋技術之後，認為佢哋存在唔少局限性，所以佢最後就決定做一個嶄新又大膽嘅嘗試。佢提出咗要用寸級萃取法嚟完成分離。當時全世界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天方夜譚，因為國際學術界認為萃取法根本就無法用於稀土分離。但徐光憲堅信自己嘅諗法係可行嘅，於是佢通過3年攻關，時間係1972至1975年，每個禮拜工作80小時，日間搖漏斗做實驗，獲取精確參數，夜晚就推導公式，最後成功將鈷同鋁分離，分離係數更由一般嘅1.4至1.5提升至驚人嘅4，打破咗當時嘅世界紀錄。徐光憲所創嘅寸級萃取技術，將原本需要百幾日完成嘅實驗流程，一下子縮短到唔超過10日。稀土嘅純度更被提升到驚人嘅99.99%。就係咁樣，徐光憲唔單止出色咁完成咗國家俾佢嘅緊急軍工任務，仲成功為稀土工業化應用奠定基礎。徐光憲最犀利嘅係咩嘢呢？就係佢喺上世紀70年代研發出嚟嘅寸級萃取技術，即使到咗我哋今日2025年，依然係冇一個西方國家能夠完全掌握到。西方國家喺過去幾十年一直喺度不斷試圖複製類似技術，但根據最新資料，截至2025年11月，美國本土實驗室以外嘅稀土提純能力仲未達到99.5% 嘅工業級水平。美國嘅技術突破仍然停留喺實驗室階段，佢哋精煉加工做到嘅稀土純度仍然係遠低於徐光憲喺70年代所出嚟嘅成績。睇到呢度，大家應該同意，徐光憲確實係中國以至係世界稀土領域嘅澤星人。
喺呢度，我想補充一下，稀土純度越高咧，就代表雜質係越少，可以發揮出嚟嘅潛力同埋作用就越大。而家業界對於稀土產品嘅純度要求係越嚟越高，行內咧就通常用 N 嚟表示純度，例如4個 N 就代表純度達到99.99%。時至今日，中國精煉加工嘅稀土已經實現99.9999%，超高純度嘅6N 級量產。徐光憲嘅寸級萃取技術為中國嘅稀土產業喺工藝流程同埋技術理論實現重大突破，為大規模生產奠定基礎。之後，徐光憲將技術推廣到全國，辦講習班，培訓技術人員。徐光憲嘅寸級萃取技術被廣泛應用後，傳統落後嘅工藝同分離技術就被徹底淘汰。徐光憲開創嘅方法喺純度、效率同成本上都實現全面超越，並且推動中國成為全球稀土技術嘅主導者。到咗上世紀90年代，中國就出現咗上百家稀土廠，產量大幅上升，遠超過全球每年10萬噸嘅需求。喺嚴重嘅供過於求之下，各地稀土生產商為咗爭取出口，自發壓低售價，導致稀土價格不斷下滑。徐光憲曾經好痛心咁話，有啲稀土甚至只能夠賣到豬肉價。中國大量出口高純度稀土，最終造成國際稀土價格崩潰，價格一度下跌超過75%。長期壟斷國際稀土市場嘅多間美日生產商無奈之下，只好減產、轉產，甚至係停產。就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下，中國終於由一個稀土資源大國轉變成為稀土生產大國。當時全世界都嚟買我哋中國嘅稀土，表面上我哋係生意滔滔、財源滾滾，但真實情況並唔係大家睇到咁簡單同埋美好。實際上，稀土喺當時係一種生產成本同埋代價都好高，但係利潤微薄，甚至係虧損，完全唔合理嘅生意。據今日嘅估計，1995至2005年期間，因為價格暴跌，中國稀土出口嘅損失達到數百億美元。對於美西方嚟講，呢個就變成係一個佢哋可以以低價掠奪中國戰略資源嘅好機會。既然中國生產嘅稀土又平又靚，純度仲要高過佢哋自己生產嘅多多聲，所以佢哋索性就唔自己開採生產，買晒中國嘅稀土先。另一方面，喺開採稀土嘅過程中，通常係需要加入大量化學溶劑，最終嘅廢水會有唔同嘅重金屬，甚至係放射性元素。呢啲放射性廢水係唔容易處理，若果意外流出會對周圍嘅環境同埋居民造成嚴重嘅影響。由於稀土開採容易造成嚴重嘅環境污染問題，西方國家嘅另一個如意算盤就係佢哋將開採稀土礦同埋精煉加工嘅工作全部交晒俾中國做，因為只要咁樣做，佢哋就可以將污染嘅代價全部送晒俾中國，而高價值嘅稀土就掌握喺佢哋嘅手入面。除咗價格過低，另一樣令徐光憲非常擔憂嘅係資源耗盡嘅問題。徐光憲認為，如果我哋繼續咁樣開發落去，再過多20年時間，中國嘅稀土資源就會冇晒，到時候我哋就要用幾百倍甚至上千倍嘅價格從外面買翻佢哋翻嚟。徐光憲就指出，稀土係不可再生嘅戰略資源，喺某啲領域嘅作用係無可取代，所以保護稀土最好嘅方法就係限制開採。對於稀土枯竭嘅問題，徐光憲一直好擔憂，心入面總係放唔低呢樣嘢。於是佢聯同14位稀土專家喺2005年上書國務院，急切呼籲國家要保護國內嘅稀土資源。而溫家寶總理亦即時作出回應。由2007年開始，國家就限制稀土嘅開採量，而稀土嘅出口政策亦逐步收緊。之後國家唔單止取消咗長達20年嘅出口退稅，仲加入咗出口關稅。到咗今日，國家更加對稀土實行出口管制。喺徐光憲一生嘅稀土研究入面，有一位不可或缺嘅夥伴，佢就係妻子高小霞。高小霞本身都有自己嘅學術道路，佢係分析化學領域嘅頂尖專家。但見到丈夫為咗國家發展同埋稀土問題，經常夜不能眠，高小霞就做出咗一個改變兩個人命運嘅決定。佢決定用一生嘅時間去陪同徐光憲去追求理想。就係咁樣，徐光憲同埋高小霞兩個人都將佢哋嘅一生貢獻咗俾國家。喺佢哋做嘅稀土研究入面，徐光憲負責理論計算同埋工藝設計，而高小霞就負責成分分析同埋數據驗證。為咗獲得準確嘅實驗數據，兩個人仲經常冒住嚴寒深入礦坑調研。
1980年，徐光憲夫妻雙雙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院士，成為科學界嘅佳話。1998年，高小霞因病逝世，徐光憲喺佢嘅追悼會上悲痛不已。之後，徐光憲獲頒2008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到咗2015年4月28日，中國稀土之父徐光憲逝世，享年95歲。最近中美關稅戰短暫落幕，美國財長貝森特就揚言，2年內美國可以擺脫對中國稀土嘅依賴。貝森特呢番話一出，美國國內一片叫好聲音，一時間稀土問題好似已經迎刃而解。但係我就覺得用2年時間就可以追翻中國，簡直就係一個笑話啦！美國政府顯然係低估咗我哋中國稀土王牌嘅真實份量。美國自己而家冇足夠嘅技術、冇設備、冇人才，只係保留住基礎嘅開採能力，中下游加工環節幾乎完全空白，完全唔具備規模化嘅精煉加工技術同能力。根據網上最新資料 ，MP Materials 喺2025年重啟 Mountain Pass 摩賢帕斯礦後，開採出嚟嘅原料99.5% 都需要運到中國精煉加工。如果美國想唔再依賴中國，佢哋首先就要搞翻一條完整嘅稀土產業鏈出嚟。但係美國而家連一條完整嘅工業產業鏈都搞唔到，比較複雜一啲嘅工業產品都要交到中國生產。咁你話美國有冇可能可以好輕易搞到一條技術含量非常高又複雜嘅稀土產業鏈出嚟呢？睇到呢度，或者你會問，稀土產業鏈係咩嚟㗎？中國嘅稀土產業鏈主要包括3大核心環節：上游開採、中游冶煉分離同下游加工應用，覆蓋從資源開發到終端產品嘅全鏈條體系。其中上游以稀土礦開採為主，中游聚焦元素分離提純，下游就涉及永磁材料、儲氫材料等高附加值產品製造。可能有人會話，美國喺上世紀50到90年代都曾經係稀土嘅大佬，而家同樣可以重新發展成為稀土生產嘅強國。我想話俾大家聽，要將啲稀土礦石變成高價值嘅材料，中間要經過好多複雜嘅步驟，當中包括精煉、加工同埋提純。而家中國喺呢方面已經有一套好成熟同埋先進嘅工業體系，呢套體系唔係一朝一夕可以搞到出嚟，佢係經過幾十年不斷咁研發技術、改善工藝同埋累積經驗先至有嘅成果。呢度牽涉到大量專業知識、好精細嘅流程控制同埋專門嘅設備。好多關鍵嘅技術參數同埋操作竅門都係喺長期實際操作中慢慢摸索出嚟，唔係簡單就抄襲到。大家要清楚，美國幾十年前嘅稀土技術同而家中國嘅相比，可以話係有天淵之別，差距非常巨大。從前嘅技術水平、純度要求、產業規模同而家係處於完全唔同嘅層次。仲有一點，中國目前佔據90% 以上嘅稀土精煉加工產能，當中係涉及大量冇辦法隨便複製嘅專利技術，呢樣嘢將會成為美國要快速發展稀土工業嘅重大障礙。睇美國而家做事嘅方法、決心同埋能力，按照佢哋國家嘅制度，我認為冇10到20年時間，佢哋都冇可能可以整到一個稀土工業體系出嚟。所以大家完全唔使擔心，美國可以輕易追到上嚟，甚至反超我哋。中國稀土嘅發展歷程係一個自力更生、科技自強嘅壯麗故事。新中國成立初期，雖然我哋中國嘅稀土礦存量幾乎係佔全球嘅90%，但由於嗰陣嘅技術落後，我哋只能夠以白菜價出口原礦，之後再以高價從外國進口高純度成品。直至70年代徐光憲院士嘅出現，我哋先至可以成功開創獨立研發之路，將資源優勢轉化成產業優勢。之後，無數科研人員付出心血，經過幾十年不懈努力，中國成功建立咗最完整、最先進嘅稀土產業技術鏈。我哋由開始嘅時候受制於人，到今日能夠稱霸世界，我哋必須要深深感謝以徐光憲院士為代表，一代又一代嘅稀土產業人。最後，如果今日呢條片有咩內容係講得唔好或者講錯嘅地方，請大家多多原諒同埋包涵。如果大家都中意今日呢條片嘅內容，就請大家將呢條片分享出去，可以俾更加多海外嘅中國人同埋華人都可以知道中國嘅稀土故事。好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一條片再見，拜拜。